我们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。今天利用短短时间，师父给各位介绍修行可以得到什么。有人就问佛陀了：通过修行，最终得到了什么呢？佛陀回答说：什么都没有得到。接着佛陀微笑地说：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失去的东西。我失去了愤怒，失去忧虑，失去悲观，失去了沮丧，我失去了焦虑不安，我失去了自私自利以及贪嗔痴三毒，我失去了凡夫俗子一切无知的习气障碍。佛陀讲这段话太重要了，话很淡啊，但是道理是很浓的。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两件事情：生跟死啊。一件事情已经做完了，我们还急什么呢？有一天我们会离开人世间，所以人生当中出现的这一切，都是无法去占有它，只能去经历它。我们只是时间的过客，总有一天我们会和所有的一切永别了。眼前的我们好好珍惜它。过去的我们坦然处之，该来的我们欣然接受。佛陀这一段话呢，太重要了，叫我们心里不要挂碍。借这个因缘，让大家知道，修行是在改变自己，不是在改变别人。如果你透过这种道理来时时唤醒自己，那么你人生就找到方向了，真正的可以解脱，离开六道轮回。我们将这个公案给各位大家介绍。阿弥陀佛。